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 ALC 嘅 YouTube 頻道。今日又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 EB5 嘅一啲嘅資訊或者一啲嘅知識。咁之前咧同大家有講過咧，就係關於最近好多區域中心被關停嘅情況啦。咁被關停咗之後咧，我就收到唔少嘅客戶嘅諮詢，咁同埋亦都幫唔少嘅客戶咧正在咧喺度點樣補救呢個問題。咁移民局裏邊咧就有一個3個 option 啊。如果個區域中心被關停就係如果你創造就業已經完成嘅，咁你就唔需要做任何嘢。第二咧就係如果你嗰個原來嘅項目可以轉到另外一個我哋叫做 NCE 一個 New Commercial Enterprise 嘅一個公司裏邊咧，咁基本上亦都可以繼續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你需要重新再投呢個50萬咁因為大部分呢啲被關停嘅區域中心都係喺舊法案之下嘅50萬。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想講咧就係乜嘢咧？就係呢一班投資人咧裏邊面對咧就好多嘅問題，包括佢哋嘅526仲未批准，有啲526批准咗，仲未攞到綠卡，有啲已經攞到綠卡829仲未遞交，有啲829遞交咗。要等待緊咁另外一啲情況就係已經829有補件已經遞交咗，更嚴重嘅有啲已經829已經被拒絕咗，已經係一個上訴嘅階段。咁喺唔同嘅情況下，呢啲客人咧都面對好多嘅問題咁佢哋最重要就係佢哋啲仔女可能已經超過21歲啦。咁如果再重新再投資一次嘅話咧，咁基本上佢啲仔女就唔可以一齊去攞到綠卡。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呢一班人大部分已經喺美國咧住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因為過去嗰啲排期等待咁已經可能前後829等待嘅時間已經好耐，咁可能住咗6、7年、5、6年，已經基本上喺美國已經係 settle down 咗噶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對佢哋嚟講咧係點樣去補救呢個原來嗰個申請嘅程序繼續完成佢咧？咁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擔心同埋一個挑戰啦。咁我而家想為咗呢個問題咧，想同大家可以講一講，佢點樣去揀一個真正嘅區域中心係比較安全嘅情況下啦。因為投資始終係有風險，區域中心點樣去選擇？我相信你睇翻我以前啲舊片咧，都有講過區域中心點樣去選擇嘅，離唔開幾樣嘢嘅。第一，呢個區域中心嘅信譽係點樣？過去佢哋嘅做法有冇出現過一啲重大嘅問題？咁你哋真係要有機會嘅，真係要行入個區域中心個公司，真係去真正了解佢哋。第三就係佢哋過去啲項目嘅情況係點樣？第四就係佢哋嗰個資金嘅結構係如何可以令到投資人嘅資金嘅安全咁第五最重要啦，就係佢哋個綠卡，即係話佢哋嘅創造就業係咪可以滿足到所有嘅投資人？咁喺呢啲咁複雜嘅情況下咧，你會牽涉到咧，會睇好多嘅文件，睇佢嘅商業計劃書然後跟住判斷佢哋係唔係是否可以幫到你。但係你睇到呢啲嘢全部都係仲未發生。商業計劃書只係一個計劃，大部分區域中心526都係會通過，但係後邊829先至係最重要。我成日強調，投資移民最重要係829。你最重要嗰一部分，你一定要個項目完成，個建築完成，可以幫你滿足到最重要嗰個要求，就係10個就業，你先至829先至係冇問題。第三就係當然你要睇翻嗰個錢嗰個情況啦，你安唔安全？但係你投資一定有風險喎。咁喺呢一個錢嗰個情況，你個投資金嘅情況咧，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多少少嘅就係，因為喺呢個區域中心被關停嘅情況下咧，好多投資人面對咩問題咧？我曾經真係有一個客人真係，我都好戥佢哋好無奈過去投資可能已經2次失敗，已經蝕咗100-200萬美金，而家再投嘅情況下，佢要再攞多50萬出嚟，因為佢原來嘅項目已經關停咗，人更嚴重嘅揾唔到，3可能佢錢根本已經攞唔翻，
有好少數係攞得翻。咁喺呢個情況下，你點樣可以揀到一個項目？除咗安全之外，你啲錢係安全，同埋有機會攞翻嚟嘅成數係好高嗱。因為萬一如果出咗事，而家我哋知道喺新法案之下，容許你再投多50萬，或者未來嘅新法案就係80萬啦。如果嗰一班投資人係區域中心都失敗嘅話，咁你如果係能夠喺原來嗰個項目裏邊攞翻一部分錢啊，我唔好咁貪心攞足50萬或者80萬啊，攞翻一部分錢，你再補翻一部分，可能20萬、10萬都能夠繼續你嘅移民嘅旅程咧，我覺得仍然係一個可以接受嘅範圍。咁喺呢個情況下，我哋點樣去選個項目係可以更加保障到你嘅資金呢？嗱，咁喺市場上面越嚟越多項目就話俾自己號稱係一個高級貸款。我係第一順位高級貸款，第一順位高級貸款係咪真係可以100%保證到你嗰個資金安全呢？萬一個項目出咗事，係咪有一個負責任嘅區域中心能夠幫你去喺呢個項目裏邊通過拍賣、通過其他手段攞翻啲錢翻嚟啊？嗱，最重要一個點就係佢個價值有幾高啊？如果你第一順位你嘅價值係冇嘅，或者根本實際上係零嘅。咁你第一順位俾你，或者冇其他債權人啊，對你嚟講都係冇意思嘅。咁所以第一，你一定要係選擇，我嘅意見就係你一定要選擇一啲係債權，並唔係股權嚇，因為債權我永遠都係爭我嘅價值，係一個 note， 係一個價值係幾多錢。第二，呢個第一順位同埋高級貸款一定要有實質嘅資產，係可以俾到。你萬一出現事嘅時候，係任何時間都可以將佢沒收拍賣，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因為大部分我見到啊，都唔係大部分啦，我唔敢講大部分，有部分嘅區域中心佢哋係用未來嘅收入，用一啲股東或者去發展商自己嘅資產或者佢嘅股份嚟做一個抵押，而你變相咗你個投資人係 EB5 投資人係第一順位。咁呢個第一順位有冇意思啊？咁大家用邏輯性去諗下，你買菜買條菜，你原來你俾我抵押嘅嘢唔係嘅，連條菜都唔值嘅，咁即係你冇用啦，係咪先？咁即係你買間屋，銀行點解會願意將錢借錢俾你咧？因為你間屋嘅價值抵押咗俾佢啊嘛。就算係你唔還錢，佢沒收咗你間屋，佢都可以補償翻去借俾你嘅錢嘅損失嘛。除非你話係個樓市大跌，咁你變咗負資產咁嘅情況。但係喺呢個情況下，你點樣可以確保你嗰個第一順位嘅資產，你投入去嗰80萬係真係有足夠嘅價值去保障到你呢？第一就係一定要有現成嘅足夠資產，包括土地啦，包括流動嘅資金啦，包括未來嘅建築。是否能夠可能有至少2倍或3倍以上嘅呢個情況下咧，先至係實質嘅真正嘅第一順位高級貸款。如果係未來嘅稅收、未來嘅收入嚟做呢個抵押，嚟認為你係一個第一順位嘅債權人嘅話咧，咁基本上呢個咧實際上唔係，因為你冇實質嘅資產去俾你做抵押。第二，你要睇清楚裏邊你呢個第一順位係乜嘢第一順位。當然最清楚嘅就係冇銀行，甚至乎有銀行嘅咧，一定要同佢同一個 level 呢個係第一順位。但係佢有啲情況下咧，佢本身個項目佢係一個唔係好大型嘅項目，佢冇銀行嘅貸款，佢只係得佢自己發展商攞出嚟嘅一啲嘅資金，然後跟住全部都係 EB5 嘅投資人嘅錢，然後跟住佢就話俾你聽，你就係第一順位。咁喺呢個情況下，你個地值幾多錢？嗰個發展商攞出嚟嘅錢係值幾多錢？而發展商攞出嚟嘅錢究竟有冇價值？有冇係現有嘅價值？呢個價值會唔會未來會可能消失嘅，或者可能貶值得好犀利？或者佢只係攞佢嘅股份出嚟做一個抵押？咁呢啲大家都要睇清楚，資產是否係現成同埋有足夠嘅。第二就係話係咪可以隨時 anytime， 包括唔係未來嘅收入，係任何嘅情況下，我都可以攞到呢個足夠嘅資產去俾翻我，去賠償翻我 EB5 嘅投資款。咁喺呢個情況下，你點樣去了解呢樣嘢啊？你一定要睇佢嘅文件。睇佢嘅文件包括你有冇一個第一順位債權嘅一個文件，係證明所有乜嘢嘅資產你做抵押。
然後跟住你下一步你就去睇嗰啲係乜嘢資產。嗱，作為一個 EB5 嘅投資人咧，你哋係絕對有權利向你哋嘅區域中心或者項目方係索取更多關於呢啲財務或者資產抵押嘅做文件嚟做參考啊。當然你攞到呢啲文件嘅時候，我都會建議你揾一個獨立嘅第三方嘅專家，包括財務啊、會計啊或者律師，去幫你去睇清楚呢啲文件個合法性同埋個真實性。咁樣你嘅投資移民咧，先至會得到最大嘅保障。萬一出咗事，都仲有一條後路去做補救。咁今日咧，我同大家咧就分享到呢度，就係關於呢個選擇區域中心嘅時候，注意乜嘢叫做真正嘅高級貸款。對一個投資人嚟講，唔係而家，係將來萬一出咗事嘅時候，呢一個高級貸款係點樣可以真係幫到你，去可以繼續去完成呢個EB5 嘅旅程。咁今日到此為止啦。咁歡迎大家，就多謝大家嚟收學啦。咁如果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頻道，記得like 或者 comment， 或者如果係新朋友咧，就記得係訂閱我哋攞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同埋資訊。咁下次我就再睇下有啲咩新嘅資訊、新嘅 topic 咧，可以同大家分享。拜拜。